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唔知你有压火的经验无？拍算咱大家拢捌有，若无就是你想过好命，拢恁太太咧压吼。唔知你有即款经验无？你出外2礼拜、3礼拜，你厝内底的火因为无压水，所以拢高达死去。咱知树木花草的生长，的确需要水的压灌，但咱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嘛需要圣神的压灌。圣经内面足侪解拢提到圣神的压灌。旧约圣经已经有预言，上帝要将圣神赏赐伫咱中间，亲像雨水压灌一样。若是新约圣经甲咱讲，圣神压灌即个预言已经实现。所以结义来讲，圣神的压灌是指上帝差遣的圣神降临伫世间。五旬节，圣神大大降临，压灌伫门徒的身上，互因得到气力，见证基督。上时，侪新约技术对伫因，非常要紧的，就是伫地面上来设立教会。讲义来讲，圣神的压灌是讲上帝要压灌。伫若较无伊的人，上时伊困求人，互因得到特别的气力来完成特别的使命。福音书约翰福音书安尼记载讲，伫节期的尾日，就是上大的日。耶稣徛咧叫讲：既然有喙焦的人，就来上近我来啉；信我的人，要亲像圣经所记，有活水的溪，要对伊的腹内流出。但这段圣经中间所提起的节期，就是大寮仔节，中文叫做祝棚节。大寮仔节是希伯来人的月历提斯利月，是因的7月，总是伫咱的月历是9月、10月中间。连续拢总有7日久。伫这个7日久中间，犹太人因无住伫原本的厝，因是住伫用树枝架着樟树叶所搭的棚仔内底。一方面是咧纪念因的祖先，捌伫旷野出埃及，到伫旷野伫遐流浪40年，因住布棚的日子；一方面嘛要表达一项事，就是上帝赏赐因有雨，会通互因来修成。所以大寮仔节是一个感恩欢喜的节期。以色列因的土质是石灰石甲着沙岩。所以，因真欠一项物件，就是地下水。所有水的资源，拢得爱对雨水的压灌。以色列的气候，热人非常的热，非常的干燥。到伫10月、11月的时阵，开始秋季落尾，开始有吹凉风，上时开始落雨。这个雨伫秋季落，所以称作是秋雨。秋雨互原本才会干燥。高大的土壤会通得到压灌，会通得到滋润，会通得到松软，会通为着这个大地，敢若失去生机的大地，开始有生命气息，所以会通开始种植。所以这个雨，秋雨也称作是生命的雨。那种子带伫土里，经过冬天有雨水，有时阵有冰有雪来甲伊覆盖。然后到伫过年的春季，就是4月到6月中间，这个种子就开始布芽。迄个时阵，搁落一场的雨，因为是春天所落的雨，所以称作是春雨。因为有春雨水会提供，所以这个五谷拢会通成熟，庄稼会通丰收，所以春雨也称作是祝福的雨。秋雨是生命的雨，春雨是祝福雨。那秋雨甲春雨关联着整个农作物伊的野种、伊的布芽、伊的生长，到伫落尾伊的结实。但是上帝祝福以色列人，伊就照时降下秋雨甲春雨伫因的土地，互因会通收藏五谷，会通做成酒，上时有油，会通互因得到饱足。但是耶和华对着以色列人生气，天就无落雨，地就无出产。然后，侪生命伫个所在就来消失。
所以先知常常呼吁以色列百姓讲：恁着常常祈祷，恁也着爱快乐，为着耶和华来欢喜，因为伊欢喜赏赐秋雨甲春雨互恁。对伫以色列百姓来讲，秋雨甲春雨是上帝赏赐因的土地，甲着土地顶面所有生命一个祝福。若无有秋雨，无有春雨，土地甲人拢是爱面临死亡。但农作物对野种到伫布芽到伫生长，这段漫长的时间内底，需要有秋雨，需要有春雨的压管。上帝儿女信仰长大成熟的过程，需要圣神的活水来压管，伊才会通得到顶头生，得到清义，得到正做性，得到荣耀，结济好的果子。以色列人当因被掠到伫巴比伦，落尾阁对巴比伦倒来到伫故乡的时阵，因每一当咧庆祝这个大寮仔节，因有举行一个礼，叫做奠水礼。这个奠水礼是感谢上帝过去一当赏赐秋雨甲春雨，互因农作物会通大丰收。伫这个仪式中间，祭司每一日透早，因着摕管仔、金的管仔、银的管仔。到伫西罗亚池底下来抢水，然后分扫角对西罗亚池行到伫圣殿。伫这个沿路中间，一面欢喜，一面分扫角来表明因心内这种的感恩，然后将滴满水的管仔带到伫圣殿。到伫暗暝的时阵，祭司就将这个水压灌伫祭坛顶悬，一方面咧恳求上帝伫明年会通继续赏赐教业雨水，一方面也咧恳求一项事，恳求弥赛亚紧紧来临。当弥赛亚来临迄一天，这个活水就要亲像江河共款，然后到伫整个以色列的土地。先知撒加利亚安尼讲，到伫迄日，的确有活水对耶路撒冷来出，一半要流往东海，一半要流往西海，东下拢是共款，拢有水。耶和华上帝要做全地的王。但到伫耶稣的时代，这个奠水礼已经成做一个传统。这个历史传统的背景，帮助咱来了解是安怎耶稣伫咧过大寮仔节这期最后的一天，就是戒大日，伊徛伫大声喊话讲：人若喙焦，通到我遮来啉。信我的人要亲像经上所记，要对伊的腹内流出活水的江河。约翰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耶稣所讲的话，然后伊做两个注解。第一个注解是讲，耶稣讲这个话是指信伊的人要接受圣神。喙焦的人，你感觉你生命高达，喙焦的人拢通到耶稣迄个所在探啉活水，就是去领受圣神。当咱领受耶稣所赏赐的圣神，圣神要对外面。然后未到伫咱生命内面，像是要互咱的生命内面，咱的腹内敢若有一个新的泉源，这个新的泉源会沁出活水，不管是沁出这个活水，愈沁就愈济，然后最后敢若亲像一条江河。第二个注解是讲，因为迄个时也未赐下圣神，因为耶稣也未得到荣耀。这段注解是要提醒咱一项事：什么时阵圣神要压灌，什么时阵圣神要临到，就是等到耶稣完成12个救恩，伊对世国话，伊上天，互上帝成做至权，得到荣耀，要对爸上帝遐领受圣神，然后伊就要差遣圣神，将圣神大大压灌伫地面上。个人伫五旬节迄一天，济的门徒自责。因咧听候圣神的压灌，也济对去到伫耶路撒冷咧守节的犹太人，看起圣神压灌充满伫门徒的身上。彼得大胆起来讲道，安尼讲，上帝已经叫耶稣基督搁我拢是为着这项代志在做干净。耶稣既然互上帝的正手高举，就对爸上帝领受所应允的圣神，将恁现主时所看到。所听到圣神压灌落来的现象来互恁看，但咱对这个记载通知，圣神的压灌伫旧约圣经中间已经济这个预言，
然后到伫耶稣的时阵来实现。圣经伫旧约济济预言，上帝要将圣神压灌即款的经文，要想诉啥物人？想诉真心悔改的人。箴言第1章23节安尼讲：我即比恁，恁就活倒转，看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互恁，用我的话来指示恁。啥物人会通领受圣神？悔改啦！一个人有悔改，当伊悔改归向上帝时阵，上帝要赏赐伊圣神。当以色列百姓犯罪，上帝黄面无看因，总是当因悔改归向上帝，上帝就赦免因，讲我也无要黄面无顾因，因为我已经将我的神压灌伫以色列家。但先知以赛亚安尼预言讲：我要将水摒互囡仔喙焦的人啉，要将河水压灌焦熟的地。我也要将我的神降落伫你的后裔，也要将我的福气降落伫你的子孙。咱的生命需要圣神，就被上帝的神来压灌。若无有一天，咱的确会高达，咱会爬远到伫落尾，咱会灭无。有圣神的压灌伫咱的生命，毋是咱家己本身，咱的生命得到祝福，咱的子儿孙也同款要得到祝福。先知用你做一款的预言，伊讲到伫落尾，我要用我的神降临，既然有肉体的，恁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来讲话，恁的老人要得到民望，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伫遐日，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我的罗卜甲鲁比。上帝应允一个大的应允，就是伊的神要临到伫所有的人，无论是老人。也是囡仔，无论是查甫人，也是妇人人，拢平平会通得到圣神的压灌。用你这个预言是伫旧约落尾的所在，通我讲是旧约圣经中间关于圣神的压灌，所有这个预言的一个总结。上时也将圣神的压灌，甲着末日得到救这款的愿望牵连做伙。但正先知伫旧约中间的预言。甲着咱拄则所听到耶稣伫大寮仔节所讲的应允，伫五旬节迄一天真正实现。当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伫耶路撒冷听候圣神的降临，伫五旬节迄一天，圣神大大降临。五旬节圣神压灌，宣布圣神的时代来临。耶稣是伫家救恩，要赏赐互万百姓，所以圣神对天降临。毋仅是要压灌伫当初时这犹太人的身上，也要压灌伫外邦人的身上。所有求告主的名，拢会通得到救。教会也安尼来得到建立，到伫得到扩展。使徒行传正详细来记载，伫使徒行传的历史初代教会历史中间，圣神安怎世界降临伫教会中间。第一届圣神的压灌就发生伫耶路撒冷。就是咱所读《使徒行传》第2章，这段记载安尼讲：当这学生、当这的门徒，当这个组织、当这个祈祷时阵，突然间对天有大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伫因所在规间的厝，阁有伫分开的节出现，互因看去，亲像火节降落因敌人、达人的顶面，因就拢受互圣神所充满。开始开嘴，讲起别国的腔口、别国的语言，互圣神所充满的彼得，甲着这的门徒，大有气力，勇敢来见证耶稣就是基督。伫迄一天，有3000几个犹太人来悔改归向伫主，圣神压灌落来，是要来见证耶稣是主，是基督，上时来起造教会。虽然讲教会的生日。就是伫五旬节迄一天，有一个兄弟感觉家己要追求圣神，总是久久拢袂通得到圣神。伊就跪咧祈祷讲：主耶稣啊，当我知你对爸上帝有得到2项物件：第一，爸上帝荣耀你；第二，你也得到圣神，你有应允圣神要赏赐互人。但你已经得到圣神，总是我还未得到你所应允的圣神。
佫无久，伊就安尼祈祷，讲主耶稣啊，我若讲你还未得到荣耀，这是无可能的，因为你已经得到荣耀。那安尼，我若讲我未通得到圣神，这嘛是无可能的，因为你已经有应允，要将圣神赏赐我。当伊安尼用信心祈祷的时阵，圣神临到伫伊身上。兄弟姊妹，咱若较无圣神的压管，就常常伫咱的心内懊恼咱的主耶稣，荣耀咱的主耶稣。因为圣神降临有一个要紧的代志，就是荣耀咱的主耶稣。当第二届圣神的压管是发生伫撒玛利亚，记载伫《使徒行传》第8章14节到17节。司提反是第一个教会第一个殉道者，当伊殉道了后，耶路撒冷当初是互犹太宗教大大迫害，所有济济遮的门徒拢四散，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分散伫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受选真做教会初代教会7位执事中间的一位叫做腓力，伊到伫撒玛利亚伫遐来传福音，众人听见伊所传所见证的。佮看见济济新约是技术对着伊，就同心合意听探伊的话。有济济人原本互恶鬼所附身，也得着上帝会将遮个鬼赶出因的身上。有济济变衰的，有济济摆卡的，有济济破病的，也拢因为腓力传讲上帝的话，因得着医治。但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连撒玛利亚人，因看做是杂种的人，也拢得到上帝的道，因着差遣当初时的使徒彼得甲约翰到伫撒玛利亚，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彼得甲约翰看见这撒玛利亚人真实有信心，就为着因祈祷，要互因领受圣神。因为迄个时，因敢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总是因也未经验着圣神降临伫因的身上。当使徒彼得、约翰换手伫因头壳为着因祈祷时阵，圣神就降临伫因的身上。但是安怎？这撒玛利亚人听见腓力所传的道理，总是也甚至奉耶稣的名来受洗，总是也未得到圣神。因为腓力当初时毋是使徒，耶路撒冷差遣拥有教会官兵的代表使徒彼得甲着约翰来见证。来确认撒玛利亚的人确实真正相信耶稣，所以通过使徒换手来祈祷，即群奉耶稣的名来洗礼，总是也未受圣神降临伫因身上的撒玛利亚人，因也经历着圣神的压管。教会是用耶稣基督家己做处角者，是起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悬。所有信徒是同齐来受起造，要成做上帝通过圣神所徛起的所在。圣神的压管荣耀耶稣基督以外，还佫一个要紧的工程，就是起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使徒彼此同齐，或者系信徒来连结，同齐来归伫耶稣基督的身体。咱若要经历圣神的压管，咱就常常为着教会的成长来祈祷。圣神压管毋是干那为着你，圣神压管是为着整体的教会。撒玛利亚人虽然毋是外邦人，总是对犹太人来看，因是非正统的犹太人。犹太人常常讲因是杂种的人。如果讲圣神的压管发生伫耶路撒冷，是圣神伫犹太人的信徒中间来起造教会一个奠基性的事件，奠基性的事件。那呢，伫撒玛利亚圣神的压管是圣神降临伫遐个非正统的犹太人的中间来起造教会一个奠基性的事件。那圣神的压管第3届是发生伫一个城市叫做该撒利亚。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0章44节到48节。该撒利亚是当初时巴勒斯坦中间介济外邦人徛起的都市，犹太人甲外邦人伫遐拢总有一半一半。但伫圣神的引带下面，彼得也到伫该撒利亚外邦人的一个人，罗马的军官哥尼流的厝
伫遐来传讲福音。彼得咧讲道中间，伊还要换手伫遮个人的身上，为着因祈祷，圣神就已经压管伫一切听道理的人身上，互因讲语言、讲方言，大声来学了上帝，大声归荣耀伫上帝。圣神压管外在的一个记号，是遮尔咱的清楚，互彼得原本心内还搁咧烦恼，是毋是上帝应准我安尼来做？伊不得不安尼讲。遮个人既然领受圣神，甲阮共款，是啥物人会通禁止用水来甲因行洗咧？所以彼得看去圣神降临伫遮外邦人的身上，伊就为因来行洗咧。总是当彼得对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耶路撒冷教会坐坐遮的主张，就爱接受各类遮犹太人的信徒，就甲彼得产生争论。因指责彼得讲：你根本就无应该到外邦人中间，你无应该进入到伫也未受割礼人中间，甲因同齐食饭，佮同齐为着因来行洗礼。若是彼得为因见证一项事，我安尼做，是因为我看起一个清楚的记号，圣神已经降临伫外邦人的身上。那上帝既然赐恩典互外邦人，亲像伊赐恩典互犹太人共款，我是啥物人？我是啥物人会通阻挡上帝？兄弟姊妹，唔通阻挡上帝。众人听见彼得的见证，就停止这个辩论，同心归荣光给上帝。讲安尼来看，上帝也赐恩给外邦的人，互因悔改，上时得到永远的生命。圣神伫该撒利亚压管伫高牛牛，这个外邦人因全家人的身上，是圣神伫徛起伫犹太地的外邦人来起做教会一个奠基性的事件。要确信一项事，就是住伫犹太地遐个外邦人也通得到上帝的救恩，归入伫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伫初代教会是一个足大的突破。但第四届圣神的压管是发生伫外邦的地以弗所，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9章第1节到第6节。这届压管嘛是压管伫外邦人的身上，是对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到伫外邦人的地，为着外邦人行洗礼所发生的。那保罗传道理到伫以弗所，伫个所在拄着几位信徒，伊就问因讲。恁信的时阵，是毋是有领受圣神？因回答讲无，阮甚至毋捌听过有圣神要赏赐。保罗就讲：那安尼，恁受啥物款洗礼？因讲：阮是受约翰的洗礼。保罗就甲因讲：那约翰所行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总是约翰清楚甲遮个百姓讲：恁着信迄个对我来能力比我较大的基督，就是耶稣。当因听见这个话，因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也换手伫因的头壳顶，圣神就降临压管伫因的身上。因开始讲方言，也讲语言，因拢总有12个。保罗是对安提阿教会初建到伫外邦传道理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甲以弗所这个外邦人换手来祈祷，圣神压管伫因的身上。这是要来见证一项事。那圣神伫外邦人的地的外邦人中间来起造教会，这个奠基性的事件。当然，伫使徒行传看起这4届圣神的压管，这4个事件拢要证明一项事：圣神压管伫门徒的身上，已经对犹太人到伫外邦人，已经对耶路撒冷到伫以弗所，到伫外邦人的地。因为圣神的压管，教会会通得到建立。教会会通得到确定，上时教会伫确定中间是伫圣神内面成做一体，就是保罗所讲，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神只有一个，亲像恁受到恩典的仰望也是一个。这4个奠基性的事件，又落尾就真做无共款的时间，无共款的地区发生类似的事件的一个典范。对着时间的发展，圣神压管。已经先后后，伫足侪国家、足侪地区来发现上时来开拓。毋但是伫欧洲，
嘛到伫美洲，毋但是伫亚洲，嘛到伫非洲。如今教会已经扩展到伫普天的，兄弟姊妹，你爱去想象，伫盖起头耶路撒冷只有一群12个门徒，甲120个，加起来只有120个门徒，但现主是教会到伫普天的。但圣神的压卷嘛捌发生伫咱的台湾。1936年，民国25年，有一个人，伊名叫做宋尚杰，伊来到伫美国读博士，总是要倒去伫台湾，要倒去伫中国的时阵，伊讲我是上帝所敬重的人，所以我欢喜献我的性命来做主的工。伊伫1936年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着要庆祝宣告70年，所以邀请伊来到伫台湾报道。对4月15到伫5月7、8，先先后后伫台北、台中、台南3地来做培灵的报道。每一个区域拢总一礼拜。伫台北是伫大道埕的礼拜堂，听众约有2000人。宋牧师为着841个人换手来祈祷，也鼓励因成立130个报道队。伫台中是伫柳园教会的广场，伫迄个所在参加的人将近4000人。宋牧师为着1484个人换手来祈祷。伫台南是伫东门教会，总是东门教会无够大，坐袂落去，就借台南新南院的操场来打报病。听众5000几人，宋牧师为着3140个人换手来祈祷。组织600个报道队，这个所组成的报道队，伫北、伫中、伫南，来传扬主的福音，来开拓教会。宋牧师伫台湾来带起整个教会复兴，通过圣神压卷的开展。当初时是日本统治台湾，所以宋牧师对中国到伫台湾的时阵，马上日本的警察就甲伊约谈。伫个身躯抄出100几张的批信，拢是一信徒写批，互宋牧师恳求伊为着伊来祈祷。这日本警察就严严警戒宋牧师讲，不准你伫报道会时阵为着病人来祈祷。佮派2个警察，伊行到倒位，就该军队到伫倒位。所以宋牧师充满圣神的开力，伊开始上台讲道，圣神就降临。一人互圣神所感动，主动行到伫台前的所在跪落认罪，流目屎悔改。有人原本袂通讲话，开喙讲话；有人得着麻风病，得着清气；有人摆骹袂通行路，起来行路；有人麻痹，规身袂通震动，会通得着震动；有人身躯有生瘤，遐个瘤消失去。宋牧师甲遮个得着医治的人讲。恁无需要为着恁病得着医治来做见证，恁只要为着恁生命得着改变来做见证，以免这日本警察大惊小怪。圣神捌降临伫咱的台湾，圣神欢喜降临伫所有求救伊的人。那圣神的压卷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教会时代。伫旧约时代，圣神用上帝的灵这个名义来出现。少数有特殊使命的人，常时伫因的身上停留一段时间，互因得到特别的快乐，完成特别的使命。等这个使命完成了后，圣神也离开伫因。总是伫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对世国完成救恩，迄个有位格的圣神，亲像一个人共款存在，这个圣神出现，要做信徒的保惠师。圣神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咱的救主，要高高压卷伫咱的身上的。圣神要达到压卷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常时要永远踮伫因的内面。这是甲旧约无共款的所在。圣神毋也是临到，圣神是要住伫你的内面。这是圣神工作一个足大的一个新的工程。那圣神压卷会通互咱的生命充满了快乐。会通见证基督，荣耀上帝。捌有一位得救30几冬
的兄弟做基督徒已经30几档，总是伊认为讲，我属灵的生命就是读圣经就好，我捌圣经的道理就好。若有时间，我加减来教会服侍就好。我根本就无需要追求圣贤。这个人真有学问，总是非常的严肃，真无爱甲人讲话。一个人看到伊，嘛对伊小可敬畏，所以嘛无啥甲伊讲话，也无啥爱甲伊讲话。有一回伫聚会时阵，突然间伊感受到圣神的感动伊，伊就请一个真有属灵经验的兄弟，讲是毋是你会通替我祈祷？我心内有足强烈的一个感觉，请你为我换手来祈祷。这个兄弟请伊坐伫椅仔顶，要为着伊祈祷。当伊举手也未换伫伊头壳顶的时阵，圣神已经降临。这个原本无啥爱讲话、非常严肃的人，伫众人的面前差不多无啥咧讲话的人，互圣神降临的时阵，突然间大声讲话，毋但是大声讲话，流目屎咧讲话。伊的嘴唇充满了对着上帝懊恼甲感谢。伊的夫人人甲着因2个大学毕业的查某囝，看了非常的戆影，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伊厝内底伊嘛无咧甲阮讲话，伫教会伊嘛无咧甲人讲话，啥事即个时阵，伊安尼大声伫懊恼上帝。这兄弟姊妹也为着伊祈祷，也受到感动，甲伊同齐流目屎。圣神的压管改变伊信仰的态度，伊无搁再是不可侵犯的元素，伊是互人感受到温暖的一个基督徒。压管是对顶面到伫下面，是对外面到伫内面。秋雨甲春雨是真好的一个比喻，雨水对天降临，对外面的所在到伫内面，互大地甲大地所有万物。会通雨水所压动、所滋润、所润泽，大地各种的花草树木，因的生命需要水，咱的身躯嘛的确需要水。咱的身躯需要水，那咱人生的生命需要圣神的活水。咱的心灵敢若亲像一块地，一块田地，这个田地内面有济济好的种子，那这种子要会通布养。要会通生长，落尾会通结出果子，需要水的压管，会通提供咱心灵这个田地的活水，就是耶稣。耶稣明明安尼讲：人若喙焦，通到我遮来啉。信我的人，要亲像经上所讲，对伊的腹内有圣神要进入到伊的腹内，圣神伫内面要成做一个源头，要成做一个水泉，对迄个所在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咱的田园若需要雨水，咱会通向上帝恳求，求主对天降下落水。先知撒迦利亚就讲：当春天雨水要降临的时阵，恁着向耶和华来求雨，就是向迄个发出死那的耶和华，伊就要赏赐恁济济尊的雨，互恁逐人有田园的菜色。咱的生命若破病、若受伤、若孤单。咱就归往伫上帝，上帝要临到伫咱，亲像雨水共款，拄拄亲像先知何西阿所讲的：来啊，咱就归往耶和华，伊虽望捌拆离咱，总是伊要医好咱；伊虽望捌拍咱，总是伊会包咱的伤。过3日，伊就要互咱搁活；到第3日，伊就要互咱搁再起来，咱就要活伫伊的面前。恁着认捌耶和华，尽力尽情来捌伊，伊稳当要出现，亲像早起时的光，伊也要临到伫恁，亲像雨水，亲像秋天雨水，亲像春天雨水来润泽恁。大亲爱兄弟姊妹，咱着大胆恳求圣神降临伫咱的生命，咱着尽力追求来认捌上帝。同时，咱也着学习一项事。忍耐，才听候。咱爱记住，五旬节门徒是伫祈祷听候中间，圣神来压管。拄拄亲像国师所讲的兄弟啊，所以恁着常常吞忍，到伫主的降落。你看，
做事的人听候地上宝贝的土产，常常吞忍在听候，直到因得到秋雨，得到春雨。上帝欢喜将秋雨、将春雨压灌伫咱的田地。上帝欢喜将圣神亲像雨水淋到伫咱的生命，压灌伫咱的生命。因为圣神的压灌是上帝予咱的应允，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大声讲：喙焦的人通到我遮来，我要赏赐恁圣神的活水。咱着祈祷恳求，咱着认真追求，咱也着伫恁内听候，伫迫切祈祷，伫尽力追求，伫恁内听候中间，圣神伫不知不觉要临到伫恁的身上，要滋润咱的生命。也要丰富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有对天而来的快乐。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出日落雨是你所定，两项功效，花木欠用。树木花草需要日头，也需要雨水。阮的生命需要你的话，也需要你的神。阮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也需要圣神的压灌。正先知有言：上帝，你要用圣神压灌，记那所有悔改归应你的人。阮的主耶稣基督也大声应允讲：喙焦的人通到伊遐得到活水通啉。圣神要伫伊腹内亲像活泉。爸上帝，你通过正先知的有言。你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应允，伫五旬节成做一个事实。济济的门徒，济济教会，果然得到圣神的压灌。愿你也欢喜，垂见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教会，压灌伫阮中间济济较无你的人。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